卫生福利部甲关怀年纪对17岁到65岁，放龄到16岁到70岁哦。70岁以上，若经过医生的评估，卖当来关怀。最近有真侪老大人知影讲欠血，就想要去关怀来做爱心。也毋过医生是表示讲，70岁以上的民众哦，除非血型真罕见，真正是有需要。无一般来讲哦，医生是袂同意因关怀。 连续几日的高温，民众出门关血以关变低，这互台北血库出现欠血。目前血库整体量敢若剩3.8公，其中 A 型敢若剩2.8公 ，O 型搁较少，敢若剩2.6公。O 型的血已经出现极欠的情形。就是最近有听到这个缺血的消息，然后因为我是 O 型血，所以我就是定期就赶快过来捐血。 目前的话 ，A 型跟 O 型都是红灯的，库存都是不好的，就是不到4天的。那 B 型的话是黄灯，那 AB 型是绿灯。那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缺血的状态。 为着要扩大血源、稳定医疗用血，卫福部食药署也伫咧7月初2修改关血者的规定，将年岁对原本的17岁至65岁开放到16岁至70岁，若超过70岁也会当关，毋过要有医师的同意。真侪70岁以上的民众摕到欠血的消息，一透早就来到关血中心，互医生评估，毋过到现场拢互医生口抗是毋免。本来就要关，关店70岁进前吼，要关上要变。 啊！结果定2-3天讲，而且我继续关，所以我赶过来关。捐血中心的医师参考国外大型的研究，发现70到79岁捐血晕倒的比例是最高的，所以我们不鼓励70岁以上的人捐血。 现场第一线医生表示，虽然卫福部有扩大关血年会站，不过真侪研究指出，关血对时代身体有较侪风险。医生表示，65岁以上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评估，70岁以上除非血型非常稀有，若无一般医生拢袂同意关血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